阿摩司書1章6節，耶和華如此說：迦薩3番4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，因為他擄掠眾民交給以東。講到迦薩，其實就係對非利士人，因為非利士人由5個族去組合而成，而迦薩就係為首，因為佢哋喺呢一個非利士地裏面係最重要嘅城市。喺約珥書4章4節裏邊咁講，呢個城喺非利士最南端，挨近接近呢個埃及嘅邊界。按照呢度嘅經文提示，佢哋將擄嚟嘅戰俘販賣出去，轉運去到以東。呢種不尊重基本嘅人權，將人當作商品咁樣，係一個好不堪設想嘅。作者刻意由北面嘅亞蘭國到西南面嘅非利士，都係代表住由北面逆時針嘅去形容敗壞嘅進展。今日當我哋同人相處嘅時候，會唔會都用一啲唔尊重嘅方式嚟去對待身邊嘅人，視人為物咁樣去利用？願意我哋安靜細心去細察自己嘅心靈。